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接着呢，师父要来介绍这一章的内容，跟各位大家结这个缘。一个人的外表如何，他到底是如何，这个并不重要。你长得很美，长得很丑，可能四肢健全，可能有一些残缺的，这个并不重要，不重要的。你有权势地位，或者是你处在一个非常低贱、很庸俗的这么一个身份，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的心，他的心，内心的世界，他的心，他的心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他就是真正的他了。你的心是慈悲，是善良，你就是个菩萨。就是个菩萨，你的心是会计较的，经常会报复的动不动就生气。这样你像阿修罗嘛，你的心就是阿修罗啊。你一个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你这个人是恶道的众生。如果你做人能够守本分我们都遵守的仁义道德了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我不都能够把这个该尽的本分好好的遵守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最起码是个天神呢，是一个菩萨的果位了。所以你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存的什么观念，那就是真正的他了。至于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表跟掩饰，或许你骗得了别人，但却骗不了自己。我们很多人现在看到社会上很装扮的那种贵气逼人呢，各位穿着很时髦很时尚，看起来你看这个金银珠宝挂得满身都是，各位光鲜亮丽啊，光鲜亮丽，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时髦的人。但是各位，他内心里面因为受到这些外在的诱惑，他永远不平静，烦恼不断，每天不断的追求这个欲望，追求欲望。如果有一天达不到的时候，他就满腹的牢骚、生气埋怨各位这些情绪不稳定，高低起伏。所以我们那些外在的花花绿绿的这些外表跟掩饰，我怎么去打扮装扮自己？你可以装嘛，你可以装，你可以骗，你可以作假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很端正的人，但是内心当中黑暗，非常的肮脏。各位每天就生气，做人也没有按照分寸，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为人。各位，那你外表你怎么样去打扮它了，去装扮它？你可以骗得了别人，但是你骗不了你自己。你自己是属于什么样一个人，你自己最清楚了，自己最清楚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段话是要提醒大家，我们要向内心里面好好的探讨，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灵性污染。因为毕竟我们人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嘛，要离开。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这个灵魂不干净嘛，你的内心里面带着很大的罪疚，就很大的负荷，很大的这种罪业，大的很大罪，那你这种肮脏的灵魂自然感召到一个很黑暗、很痛苦，你永远累生累世都要受到折磨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所以各位，你看。我们来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要净化自己嘛？怎么净化自己？让我的灵性不要受到污染。这个就是我来世间里面最大的价值了，我来世间最大的目的了，就是为这个事情。我对世间不贪不争不求，我不气不恨我无挂无碍的心，干净亮丽。非常的慈悲善良，如果你能保持这样，你的灵魂就是高尚。你现在的灵魂是干净的，龙天护法、天龙八部全部来拥护你。
很多鬼神呢，看不是看你今天你这个人很有身份、很有地位，你的口才很好啊，你的才华很高，不是看你这个，你欺骗不了所有灵界的众生。你的祖先往生了，你的天神呢，在那边一直在盯着你，看着你，他看的是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干不干净？灵魂如果干净是光明的，那大家都来拥护你，保护着你。是你做事情一切都是万事吉祥，万事吉祥。如果你外表装扮得很好，但是内心呢污垢，那是很脏的东西，充满在你的内心内外深处。你想，你的内心不干净，每天就是气恼、怨恨、贪心计较，你每天充满这些东西。各位，你看看，要设计，要用一些计谋来陷害别人。你的内心是充满这些东西的话，你的灵魂是特别的肮脏，特别的庸俗。那护法全部都走光了，全部都离你而去了。到时候你要求什么，得不到什么为什么不能如你所愿？是因为你的灵魂肮脏的关系。所以各位，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外表如何，他到底是怎么样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是他的心，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就是真正的他啦，就是真正他。好，你没办法隐藏的。至于那些外在的花花绿绿的外表跟掩饰，或许你骗得了别人，但却骗不了你自己。这一点呢，希望我们大家认清自己，认清自己，那让你自己呢走的道路越来越宽广那充满无限的幸福跟快乐。我要祝福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